塊面敏感發炎又易又痕，想拗又驚拗爛塊面喎。今日咧就教你一招皮膚科學臨床用嘅一個急救嘅方法——生理鹽水嘅冷敷法啦。嗱，其實點解呢招會咁 work 咧？自然神經科學期刊證實咗啦，皮膚表面咧覺得痕同埋熱咧係靠一個叫做 TRPV1嘅熱敏通道受體傳導去到大腦。當你用生理鹽水去濕敷嘅時候咧，水分喺皮膚嘅表面咧會慢慢咁蒸發，會強制帶走熱能，令到局部嘅皮膚降溫。嗱，呢一種物理降溫咧可以直接關閉咗 TRPV1受體嘅信號傳遞。嗱，大腦收唔到信號咧，你嘅灼熱感啊同埋痕癢嘅感覺咧就會即時退翻落嚟㗎啦。嗱，另外美國皮膚病學會雜誌嘅文獻亦都有講啊，濕敷係可以有效稀釋甚至沖走堆積咗喺皮膚表面嘅一啲發炎因子同埋組織胺，引起痕癢嘅元兇被清走啦，加上低溫令到微血管收翻縮喎，咁紅腫同埋發炎嘅自然就可以迅速咁樣舒緩啦。下次塊面你再痕或者覺得好辛苦記得試下用呢支急救嘅方法啦。我係皮膚炎症專家 Ada， 如果你身邊有朋友受到皮膚敏感嘅困擾，你將呢條片 share 俾佢啦。